继续来看新北地检署侦办死亡人士的案件，也就是假造罢免的人事书。昨是来搜索到国民党伫邦桥甲三重埔的区党部，而且约谈到国内的罢免团体的领衔人、调集人，还有国民党的党工甲志工，人数是超过20人。结果其中有6个人奉申请受押禁见，有5个人交保候团。 比手势大声喊口号，行入地检署。罢免立委李坤城带头者宋建良特殊打扮，看起来显白。阿扣约谈调查移送新北检核心的罢团领导层，阁有戏。罢免立委苏考辉调集人王玉琴带头者谭振尧，拢扣带到地检署核心。真侪位国民党党工、志工，嘛拢扣约谈调查。 国民党三重埔党部执行长罗大虎、邦桥区党部主任谢庆珍、邦桥区党部书记蔡甘楚、志工任大华拢伫咧约谈的名单内底。这类人嘛伫咧检方核实了后，扣声押禁见。 新北地检署接到检举，罢免人事书敢若涉嫌抄国民党党员名册，人事无实在，大动作所属国民党三重埔和邦桥区党部，这个行为互南洋批评，党籍立委市议员嘛到地检署报告声援。绿色恐怖，政治败害；绿色恐怖，政治败害。正义起点，除了扣声押的人进行了后，罢免立委吴基明带头者李金祥5万块交保，吴宇成6万块交保，宋建良和蔡成瑞8万块交保，剩6位志工是12万交保，全案拢总20个人交保候团。民进党就是瘟疫。 宋建良交保行出地检署，换一书衫，人点点啊无话无句。检调这边大动作所属约谈超过20个人，无老实的人数，恐惊继续探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